本影片係一套運動示範短片，為確保安全及動作正確，有視覺障礙嘅人士需喺醫護人員、照顧者或能提供適當協助嘅親友陪同及指導下，先可以實踐片中嘅動作。畫面顯示以卡通形式繪製嘅一位男長者與一位女長者從畫面正中央出現，手拿着標題「活力長者健康操」。畫面周圍顯示活力長者健康操9式名稱。畫面底部顯示衛生署及長者健康服務嘅機構標誌。畫面轉換顯示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本影片所示範嘅運動適合唔需要使用助行器具及能獨自安全外出步行人士進行。本運動可以喺室內或室外進行。運動時要量力而為，循序漸進。沒有運動習慣或患有慢性疾病嘅人士，喺計劃運動前宜先諮詢醫護人員嘅意見。長者應留意自己嘅身體狀況。運動前或運動時，若身體不適，例如發燒、胸口痛、身體劇痛、暈眩、惡心、嘔吐、唔穩定嘅血壓及血糖，則不宜進行運動，應立即停止及向醫護人員查詢。對於初學或平衡有困難者，建議依照影片內容指示，喺練習時雙手應扶穩固及唔容易翻側嘅椅子進行運動，慎防跌倒及喺陪伴下進行運動。若有疑問，建議長者先諮詢醫護人員。畫面顯示以卡通形式繪製嘅一位男長者與一位女長者從畫面正中央出現，手拿住標題「活力長者健康操」。畫面周圍顯示活力長者健康操9式名稱。畫面轉換，正中央出現標題「運動益處」。畫面再次轉換，見到藝人張國強喺公園內邊步行邊講解。唔少嘅長者咧，經常都會訴說話自己嘅身體咧出現一啲毛病嘅，例如體力衰退啦、關節痛啊、肌肉冇力、步姿又不穩啊、平衡差啦，甚至有時出現跌倒嘅機會添。畫面轉換，見到張國強嘅步伐停低，然後繼續講解。事實上，運動唔單止可以減慢老化啦、訓練體力、減少跌倒嘅機會之餘咧，仲可以降低患上慢性病嘅機會噶，舒緩壓力，促進身心健康噶。最好咧就約埋一班老友咧，大家一齊做運動。除咗係可以增進感情之外咧，仲可以擴闊你嘅社交圈子嘅。畫面轉換，見到張國強喺公園草地內邊步行邊講解，然後停低。物理治療師李先生從畫面右邊入鏡說話。世界衛生組織建議咧，每一個長者至少一個禮拜咧要做150分鐘嘅中等強度嘅帶氧體能活動嘅。咩叫做中等強度嘅帶氧體能活動呢？不如呢個時候我哋問一問我哋嘅物理治療師李生。李生你好。你好，係。所謂中等強度嘅帶氧體能活動呢，就係做呢啲運動嘅時候呢，心跳同呼吸都會稍為加快，而感覺呢亦都會稍為吃力，但係尚可以交談嘅。畫面轉換，見到物理治療師李先生近鏡說話。另外，若果身體情況許可，每個星期做75分鐘或以上劇烈程度嘅帶氧體能活動，又或者混合一啲中等程度同埋劇烈程度帶氧體能活動，都可以達到同樣嘅效果。畫面轉換，見到張國強同李先生喺公園嘅長椅坐低對話。李 Sir， 如果150分鐘好似我咁 fit，一次過做晒，又或者分幾日做，咁得唔得呢？其實可以㗎，我哋呢啲帶氧體能活動呢，係可以分開1星期幾次做嘅。另外，我哋每星期至少都應該做2日，
強化肌肉運動，同埋應該最少每個星期做3日嘅平衡訓練運動，同埋一啲防跌嘅運動嘅。場景轉換，見到張國強喺公園海旁邊步行邊講解。嗱，如果長者因為健康嘅緣故而唔能夠完成我哋所建議嘅活動量呢，唔緊要嘅，唔好勉強，只要喺能力同埋條件允許嘅範圍之內呢，多啲活動啦嚇。不過一定要量力而為啊，循序漸進咁樣做嘅話，都可以獲益㗎。畫面顯示標題：活力長者健康操簡介。畫面轉換，藝人張國強同物理治療師李先生喺公園站着進行對話。李生，其實活力長者健康操到底係咩嚟嘅？畫面轉換，張國強同李先生交替以近鏡出現，張國強側身聆聽，李先生面向鏡頭講解。活力長者健康操咧係專為長者而設計嘅，一共有9式，只要持之以恆咁樣咧，每個星期做3次，每次大約做半個鐘，做3至4個循環。畫面轉換，張國強同李先生一同面向鏡頭。咁身體上嘅協調能力、平衡力、軟組織嘅柔韌性同埋肌肉力量都會得到改善嘅。畫面顯示標題：運動注意事項。接住，畫面正中央出現以卡通形式繪製嘅一位男長者同一位女長者，手攞住標題運動注意事項嘅內容版。藝人張國強作聲音解說。由於有啲病或者某啲藥物可能會影響心肺功能，慢性病患者喺練習前呢要特別小心，應該先諮詢醫護人員嘅意見啊。同埋記得留意身體警號，如果發燒、胸口痛、身體劇痛、見暈、作嘔作悶、氣促、血壓又或者血糖唔穩定嘅話，就唔適宜運動噶啦。畫面轉換，見到張國強身穿運動服喺公園海旁進食小食。運動前唔好空肚，可以先食少少嘢。畫面轉換，張國強坐喺公園海旁嘅椅子上綁鞋帶，然後企起身並進行伸展運動，旁邊有其他路人沿住海旁散步及跑步。太飽嘅話就休息1個鐘，先至再運動，換埋套舒服嘅運動衫褲，咁就可以出發噶啦。本視頻係一套運動示範短片，為確保安全及動作正確，有視覺障礙嘅人士需喺醫護人員、照顧者或能提供適當協助嘅親友陪同同指導下，先實踐片中嘅動作。畫面顯示標題：熱身及伸展運動。畫面轉換，天氣陽光充沛，物理治療師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公園草地上，各人面向鏡頭，着住運動套裝。李先生企喺最前講解熱身嘅重要性。運動之前最緊要熱身，因為熱身可以減少我哋心肺功能嘅不勝負荷，又或者減少受傷嘅機會。記住，我哋做熱身要做5至10分鐘，例如可以做一啲原地踏步啦，或者咧係做一啲簡單嘅步行。咁我哋做完熱身運動就可以一齊嚟到開始做我哋嘅9式嘅運動噶啦。畫面轉換，顯示標題：側頸。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示範第1式熱身運動。首先我哋做頸部，我哋眼望前邊，頭向左側過去，有咁多得咁多，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翻中間，再側去右手邊，保持10秒。1、2、3、4、5、6、7、8、9、10，翻中間。我哋記住呢個動作要重複5次。畫面轉換，顯示標題：轉頭。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示範第2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第2式嘅熱身運動，我哋個頭向左轉，有咁多得咁多，
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翻中間，再向右手邊擰過去，有咁多得咁多，保持10秒。1、2、3、4、5、6、7、8、9、10，翻中間。我哋記住呢個動作都係要重複做5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上肩。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示範第3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第3個熱身運動，我哋將右手放喺左膊頭，然之後左手托住右個手踭，然後將手盡量向自己推埋去，有咁多得咁多，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好，放鬆。然之後我哋轉手，左手掂右膊，右手托手踭，將手盡量向自己推埋去，保持10秒。1、2、3、4、5、6、7、8、9、10。記住我哋呢個動作要重複做5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手臂。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示範第4式熱身運動。我哋做下一個動作，我哋手指交叉搭埋，反掌向前推出去，保持手踭伸直，有咁多得咁多，我哋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好，翻原位。我哋呢個動作同樣都係需要重複做5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旋肩。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示範第5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第5個熱身運動。首先，我哋雙手掂膊頭，提起手踭，向後打圈10次。1、2、3、4、5、6、7、8、9、10，好，我哋再向前打圈。1、2、3、4、5、6、7、8、9、10，放鬆。記住呢個動作，我哋要前後各打圈30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胸肺擴張。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示範第6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下一個熱身運動，我哋雙手向上提起，有咁高得咁高。我哋同一時間要用鼻吸氣，保持5秒鐘。1、2、3、4、5，好，放低手，然後用口呼氣。好，我哋再嚟第2下，向上提起手，然後吸氣。2、2、3、4、5，好，放低手呼氣。係啦，呢個動作我哋要重複做5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捉。畫面轉換，李先生左手扶住椅背站立，一位長者坐喺另一張椅子。李先生同長者示範第7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下一個熱身運動，做呢個運動係需要扶住欄杆或者一啲穩陣嘅家私嚟到做嘅。如果企唔穩嘅長者就可以坐喺度做噶啦。首先我哋提起右腳，我哋向內打圈10次。1、2、3、4、5、6、7、8、9、10，好，然之後向外打圈10次。1、2、
3、4、5、6、7、8、9、10。好，我哋放低右腳，然之後提起左腳，我哋向內打圈10次。1、2、3、4、5、6、7、8、9、10。好，再向外打圈。1、2、3、4、5、6、7、8、9、10。我哋放低左腳。咁記住呢個運動，我哋就要每邊各打圈30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腰。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示範第8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下一個熱身運動。首先我哋左手叉腰，右手向上提起，然之後向左側過去，直至到你右邊腰有拉緊嘅感覺。我哋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我哋回復原位，我哋轉手，右手叉腰，左手向上提起，然之後向右側過去，有咁多得咁多，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好，回復。記住呢個動作都係要重複做5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大腿內側。畫面轉換，李先生同1位長者各靠住椅子站立，各人左手扶住椅背。李先生同長者示範第9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第9個熱身運動。做呢個運動係需要扶住欄杆或者一啲穩陣嘅家私嚟做嘅。做嘅時候，我哋將兩隻腳分開企，盡量。然之後呢，企穩，跟住屈曲左膝，直至到我哋個右側大髀內側有拉住嘅感覺。記住左膝唔好超過腳趾尖。我哋保持呢個位置10秒鐘。1、2、3、4、5、6、7、8、9、10。好，回復。然之後我哋屈曲右膝，直至到左邊大腿內側有拉緊嘅感覺。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好，回復。我哋收翻隻腳埋嚟。好啦，呢個動作我哋要重複做5次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小腿。畫面轉換，李先生同1位長者各靠住椅子站立，各人雙手扶住椅背。李先生同長者示範第10式熱身運動。我哋而家做第10個熱身運動。做呢個運動係需要扶住穩陣嘅欄杆同埋一啲穩陣嘅家私嚟到做嘅。我哋做嘅時候就要扶穩，然之後就用弓箭步企。我哋左腳前右腳後，前邊個膝頭就要屈曲，記住膝頭就唔好過腳趾尖。另外後邊嗰隻腳就要伸直，腳踭到地。我哋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就會覺得小腿有拉緊嘅感覺。我哋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我哋收翻隻右腳埋嚟，然之後呢，我哋就倒轉腳。好啦，又係一樣，我哋會覺得小腿有拉住嘅感覺。保持10秒鐘。1、2、3、4、5、6、7、8、9、10。記住，我哋呢個動作同樣都係要重複做5次嘅。本視頻係一套運動示範短片，為確保安全及動作正確，有視覺障礙嘅人士需喺醫護人員、照顧者或能提供適當協助嘅親友陪同同指導下，先實踐片中嘅動作。畫面顯示標題：活力長者健康操教學篇。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1式健步如飛。畫面轉換，物理治療師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公園草地上，現場陽光充沛，各人穿着運動服裝，精神奕奕面向鏡頭。
李先生企喺最前講解，以及同長者們一同示範健康操第一式健步如飛。我哋而家開始做活力長者健康操嘅第一式健步如飛，雙腳分開企，好似膊頭咁闊，雙手垂低，慢慢踏步。呢個動作可以作為緩和熱身。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一邊講解注意事項，一邊進行示範。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如果老友記曾經做過髖關節換教手術嘅，就要適可而止啊！嗱，隻腳咧唔能夠提得太過高，令到髖關節咧屈曲超過90度噶。如果想加強下肢肌力訓練，咁可以將兩個1至2磅嘅沙包咧，分別綁喺左右兩隻腳眼上邊做呢個運動嘅。如果老友記企得唔穩，唔緊要嘅，可以雙手扶住一張穩陣嘅凳做呢一個運動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2式搖風擺柳。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草地上示範健康操第2式搖風擺柳。我哋而家做第2式搖風擺柳。首先我哋舉高雙手，保持腰背挺直，然之後側腰向左，跟住翻中間，再側去右手邊，然後翻中間。呢個動作可以增加我哋腰部嘅靈活性。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一邊講解注意事項，一邊進行示範。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嗱，呢個運動咧就最適合脊椎退化嘅長者練習嘅，咁可以幫助活動啦，同埋咧就係伸展腰部嘅，咁可以保持你嘅脊椎柔韌度、靈活性咧，同埋改善寒背嘅。不過急性腰骨痛嘅長者就唔可以做呢個運動噶啦。如果想加強上肢同埋上背嘅肌力訓練咧，可以雙手各拎住一個裝滿500毫升水嘅水樽。做運動嘅時候，雙手咧就慢慢提高，手踭一定要伸直啊，然後側腰。如果老友記企得唔穩，唔緊要嘅，可以揾一張咧穩陣嘅凳嚟做呢個運動嘅。咁首先我哋左手咧就扶住凳背，咁然後右手舉起，然後咧側腰向左嘅。重複動作嘅時候咧，亦都係啦。我哋右手咧可以扶住凳背啦，然後左手舉起，然後側腰向右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3式蜻蜓點水。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草地上示範健康操第3式蜻蜓點水。我哋而家做第3式蜻蜓點水。首先我哋雙手掂膊頭，然之後右腳腳尖向前點，跟住我哋舉高雙手，右腳返回原處。跟住我哋手放落嚟，雙手掂膊頭，右腳尖向後點，跟住放低雙手，右腳返回原處。然之後我哋重複呢個動作喺左邊。呢個動作可以增加我哋四肢嘅靈活度，同埋鍛煉我哋手腳嘅協調能力。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一邊講解注意事項，一邊進行示範。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鍛煉上肢肌力咧，可以防止肩膊退化引起嘅疼痛嘅。嗱，我哋一齊做呢一個運動啦。雙手各拎住一個咧裝滿500毫升水嘅水樽，然後做嘅時候咧可以慢慢提起，然後咧就放翻低。如果老友記你係企得唔穩嘅，唔緊要嘅，可以揾一張穩陣嘅凳咧嚟做呢個運動喎。咁首先我哋用右手咧就係揸住呢一個凳背啦，咁然後我哋嘅手咧就係左手伸起，咁然後掂到你嘅左膊，咁而右腳咧係踏前一步嘅，腳尖咧就掂地嘅喎，咁然後咧就舉起你嘅左手，同埋右腳咧又翻去原處嗰度啦。咁跟住咧，放低你嘅左手，掂翻你嘅左膊，
然後呢個時候呢，我哋嘅右腳亦都係向後，腳尖呢就掂到地下嘅。咁跟住呢，就放翻你嘅左手同埋右腳，呢個時候呢，要搭翻上去原處嗰度，重複呢個動作，即係話右手同埋左腳啦。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4式運轉乾坤。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草地上，示範健康操第4式運轉乾坤。得，我哋而家做第4式運轉乾坤。首先，我哋右手放下背，左手放上背，屈曲右膝，腳踭離地，然之後轉手。屈曲左膝，腳踭離地，作一個循環。呢個動作可以增加我哋上肢嘅靈活度，尤其是係膊頭。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一邊講解注意事項，一邊進行示範。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如果想加強肩膊嘅訓練呢，咁可以呢就係握住條毛巾啦。咁上手呢就係將條毛巾呢向上拉，而下手呢亦都同時呢就將條毛巾向下拉，咁啊增加呢個靈活度啦。咁啊防止呢就係肩膊僵硬噶。如果老友記你係企得唔穩嘅話，唔緊要嘅，揾嚟一張穩陣嘅凳先。咁首先呢，我哋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左手就揸住呢個凳背啦，咁然後右手就放喺呢個上背嗰度，而左腳咧就提起個腳踭，令到你嘅膝關節咧就微微地曲嘅。咁然後咧就右手放喺你嘅下背嗰度，然後咧就提起我哋嘅右腳踭，令到我哋嘅膝關節咧係微微地曲嘅。咁跟住咧就要重複以上嘅動作咯。咁然後咧我哋就右手揸住呢個椅背啦，咁令到我哋嘅左手咧放喺上背，同時咧就提起我哋嘅右腳踭，咁令到我哋嘅膝關節咧微微地曲嘅。咁然後咧左手就放喺你嘅下背嗰度，咁左腳就同時咧就係提起，令到咧你嘅膝頭哥係微微地曲嘅。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5式馬步延連。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草地上，示範健康操第5式馬步延連。我哋而家做第5式馬步延連。首先，我哋右腳踏前一步，屈膝扎馬，記住膝頭哥唔好超過腳趾尖，左腳伸直，腳踭到地，然之後我哋遞起雙手。跟住雙手慢慢放低身體坐後，翹高右腳尖，然之後我哋右腳放回原處。好啦，我哋喺左邊重複做呢個動作。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一邊講解注意事項，一邊進行示範。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呢個動作咧最適合就係膝關節退化同埋落樓梯腳軟嘅長者做噶啦。嗱，呢個動作咧可以鍛煉我哋嘅腳力啦，同埋伸展我哋小腿嘅肌肉嘅。但係如果膝頭哥係有紅腫，又或者咧係發熱嘅話咧，就唔適合做噶啦。嗱，如果想加強上肢肌力訓練咧，咁可以咧雙手各拎住一個裝滿500毫升嘅水嘅水樽咧，咁然後就向上提高，有助咧加強我哋上肢肌力啊。如果老友記你係企得唔穩嘅話咧，唔緊要，揾嚟一張穩陣嘅凳。嗱，首先做呢個運動嘅時候咧，我哋左手咧係揸住呢個凳背啦，而右腳咧就係踏前一步，並且屈膝係腳踭掂到地嘅。咁跟住咧，我哋嘅左腳咧膝頭哥亦都要伸直，而腳踭咧亦都係掂到地嘅。呢個時候就舉起呢個右手，將佢咧微微放翻後邊，個重心喺後邊嘅時候咧，你嘅右腳嘅腳尖咧係向上嘅，再將佢放翻去回原處。咁呢個動作係做完之後呢，我哋重複動作嘅時候，就右手揸住呢一個凳背咯。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6式盤龍探頂。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草地上，示範健康操第6式盤龍探頂。
我哋而家做第6式盤龍探頂，做呢個動作係要保持腰背挺直嘅。跟住我哋屈曲手踭掂膊頭，同時間屈曲雙膝扎馬。如果覺得膝頭痛嘅話，就要減少屈膝嘅角度。跟住我哋向上提起雙手，然之後同時間腳踭離地，盡量2隻手向上提起。然之後我哋屈曲手踭掂膊頭，然後雙膝扎馬。重複剛才嘅動作。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一邊講解注意事項，一邊進行示範。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當腳踭離地嘅時候咧，如果力度唔夠嘅話，就要量力而為啦。嗱，呢個動作咧可以加強我哋膝關節嘅，幫助我哋鍛煉身體重心上下移動嗰個平衡力啦。咁膝部嘅肌力咧，同埋就係四肢靈活度嘅。如果想加強肩膊訓練，可以雙手咧各拎住一個裝滿500毫升水嘅水樽。嗱，運動嘅時候咧，雙手咧就係向上提高，咁放翻落嚟嘅時候咧就掂翻個膊頭，咁有助咧就強化肌肉噶。如果老友記係企得唔穩嘅話咧，可以揾嚟一張穩陣嘅凳做呢個運動啊。首先，左手扶住凳背，保持腰背挺直，屈曲右手踭至到右手放右肩膊，同時雙膝咧微微屈曲，令到身體重心輕微下移。然後舉起右手，雙膝伸直，並雙腳咧嘅腳踭離地，雙腳腳踭咧就掂翻地。屈曲右手踭去到右手放喺你嘅右膊頭，同時雙膝咧係微微屈曲，令到身體嘅重心咧輕微下移。放低右手，伸直雙膝，重複動作咧，並用右手咧就扶住凳背。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7式左顧右盼。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草地上示範健康操第7式左顧右盼。而家我哋做第7式左顧右盼。首先雙手互握向上提起，然之後轉頸同腰向左，再向側提起右腳。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講解注意事項，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腳唔使提得太高嘅，身體咧盡量向兩邊轉，企唔穩咧就先用腳尖掂地，然後咧遲啲先再試下提起腳啊。畫面轉換，李先生喺草地上講解第7式嘅好處。呢個動作可以鍛煉我哋腰背嘅靈活性同埋柔韌性，仲可以鍛煉我哋左右兩邊嘅平衡能力嘅。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講解注意事項，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如果想加強髖關節嘅訓練呢，咁可以用一個沙包綁喺腳眼上邊，咁然後呢就腳向外咁樣提起，咁可以強化我哋臀部外側嘅肌肉，改善我哋嘅步姿噶。如果老友記你企唔穩嘅話呢，唔緊要，揾一張穩陣嘅凳嚟做呢個運動啦。首先左手呢就扶住凳背，舉起右手，然後頸腰同時轉左，向外提起右腳，放低右手同埋右腳，頸腰轉翻去原位。重複動作就用右手扶住凳背。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8式展翅高飛。畫面轉換，李先生同6位長者企喺草地上示範健康操第8式展翅高飛。我哋而家做第8式展翅高飛。做呢個運動嘅時候，記住我哋要保持腰背挺直，然之後我哋將重心放喺左腳，跟住同一時間遞起雙手，將右膝向後屈曲，然之後保持呢個姿勢，唔好向前傾。跟住我哋放翻手腳去到原位，然後重複喺左腳。畫面轉換，張國強喺畫面嘅一側講解注意事項，畫面另一側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進行嘅示範。
呢個動作咧可以鍛鍊我哋單腳平衡嘅。如果初初係企唔穩嘅話咧，咁你可以先用腳尖咧就掂地借力，咁然後咧再慢慢嘗試咧就將隻腳咧就係向後提起嘅。如果想加強膝關節嘅訓練咧，咁可以將一個沙包綁喺我哋嘅腳眼上邊嚟練習㗎喎。咁樣做咧可以強化我哋大腿後邊嘅肌肉，保護我哋嘅膝關節嘅。如果老友記你真係企唔穩嘅話咧，可以揾一張穩陣嘅凳嚟做呢個運動嘅。首先，左手扶住凳背，舉起右手，並將身體嘅重心咧移向左腳，右膝彎曲向後，同埋保持腰背挺直，身體唔好傾前。重複動作，並用右手咧扶住凳背。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9式拋球接腹。畫面轉換，李先生一邊攞住彈力球講解，長者們一邊喺公園圍圈坐住示範健康操第9式拋球接腹。第9式拋球接腹，透過集體遊戲可以增加合作精神同埋趣味性嘅。拋球遊戲可以一個人做或者多人同時進行嘅。另外，長者可以圍圈坐喺度，將波拋向地面，藉住反彈將個波傳俾其他人。畫面轉換，張國強一邊喺畫面嘅一側講解注意事項，長者們一邊喺公園單獨或集體進行拋球遊戲。自己玩嘅時候咧，可以將個波咧向上拋，然後咧就雙手接翻住佢嘅，又或者咧就係拍波㗎嚇。好啦，多過一個人玩嘅時候咧，咁大家都可以互相咧就係拋啊同埋接啊，咁啊增加好多樂趣㗎。拋球遊戲可以進行5至到10分鐘嘅，不過咧一定要量力而為啊，唔好玩得太過刺激啊。如果有唔舒服嘅，就要馬上停止啦。畫面轉換，李先生身處於公園，企喺鏡頭最前講解注意事項，長者們喺佢嘅身後進行緩和及伸展運動。嗱，各位老友記，如果做運動嘅時候，記得要保持自然呼吸喎。如果做緊運動嘅時候，突然間覺得有氣促、頭暈或者心口痛，就應該立即停止運動，並且諮詢醫護人員嘅意見。本視頻係一套運動示範短片，為確保安全及動作正確，有視覺障礙嘅人士需喺醫護人員、照顧者或能提供適當協助嘅親友陪同同指導下，先實踐片中嘅動作。如欲了解每個動作嘅正確做法，請參考活力長者健康操教學篇。畫面顯示標題：活力長者健康操練習篇。接住，畫面正中央出現以卡通形式繪製嘅一位男長者同一位女長者，手攞住標題運動前記得先熱身嘅內容版。物理治療師李先生作聲音解說。運動前記得先熱身，而家我哋一齊做3個循環呢。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1個循環。第1個循環。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1式健步如飛。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1式健步如飛。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2式搖風擺柳。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2式搖風擺柳。1、2、3、4、2、2、3、4、3、2、3、4、4、2、3、4、5、
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3式蜻蜓點水。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3式蜻蜓點水。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4式運轉乾坤。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4式運轉乾坤。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5式馬步延練。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5式馬步延練。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6式盤龍探頂。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6式盤龍探頂。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7式左顧右盼。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7式左顧右盼。1、2、3、4、2、2、3、4、3、2、3、4、4、2、3、4、5、2、3、4、6、2、3、
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8式展翅高飛。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8式展翅高飛。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9式拋球接腹。長者們喺公園進行活力長者健康操第9式拋球接腹。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2個循環。第2個循環。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1式健步如飛。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1式健步如飛。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2式搖風擺柳。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2式搖風擺柳。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3式蜻蜓點水。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3式蜻蜓點水。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4式運轉乾坤。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4式運轉乾坤。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
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5式馬步延練。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5式馬步延練。1、2、3、4、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6式盤龍探頂。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6式盤龍探頂。1、2、3、4、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7式左顧右盼。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7式左顧右盼。1、2、3、4、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8式展翅高飛。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8式展翅高飛。1、2、3、4、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9式拋球接腹。長者們喺公園進行活力長者健康操第9式拋球接腹。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3個循環。第3個循環。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1式健步如飛。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1式健步如飛。1、2、3、4、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
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二式搖風擺柳。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二式搖風擺柳。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三式蜻蜓點水。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三式蜻蜓點水。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四式運轉乾坤。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四式運轉乾坤。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五式馬步延練。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五式馬步延練。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六式盤龍探頂。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六式盤龍探頂。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七式左顧右盼。
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7式左顧右盼。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8式展翅高飛。李先生同長者們喺公園練習活力長者健康操第8式展翅高飛。1、2、3、4、2、2、3、4、3、2、3、4、4、2、3、4、5、2、3、4、6、2、3、4、7、2、3、4、8、2、3、4。畫面轉換顯示標題第9式拋球接腹。長者們喺公園進行活力長者健康操第9式拋球接腹。畫面轉換，畫面正中央出現以卡通形式繪製嘅一位男長者同一位女長者，手攞住標題運動後記得做緩和運動嘅內容版。物理治療師李先生作聲音解說。運動後記得做緩和運動。畫面顯示標題緩和及伸展運動。畫面轉換，長者們身穿運動服喺公園心情愉快地做緩和運動。公園環境有大量花草樹木。藝人張國強作聲音解說。運動之後咧，唔應該突然間停低嘅，要逐漸令到我哋身體平復啦，等我哋嘅呼吸同埋脈搏咧係恢復翻正常。首先，等我哋做5至到10分鐘嘅就係緩和運動嘅，咁例如咧原地踏步啦，同埋行路啦，然之後咧做一啲伸展嘅運動，可以咧就舒緩我哋肌肉疲勞嘅，令到我哋身體嘅筋骨咧同埋肌肉慢慢地咁樣鬆弛落嚟嘅。畫面顯示標題活力長者健康操個別強化模式。畫面轉換，藝人張國強身穿運動服，企喺畫面正中央解說。畫面隨住內容加插李先生同長者喺公園內進行嘅運動示範。活力長者健康操可以針對身體狀況，以器具加強訓練，例如肩膊冇力，可以加強練習3、4、5、6式。膝頭退化就可以多啲練習5、6、7、8式。而脊椎退化可以多啲練習第2同埋第7式嘅。畫面顯示標題總結。畫面轉換，物理治療師李先生同藝人張國強身穿運動服喺公園海旁愉快地對話。年紀大咗咧，身體咧唔多唔少都會出現一啲病痛噶嘛。例如好似有呢一個關節痛啊、關節僵硬啊、體力衰退啊。有時我哋嘅步履咧就唔係好穩咁樣，好容易跌倒啦。便秘都會有嘅喎，唔緊要，只要經常運動，以上嘅問題咧都會減少嘅。畫面轉換，李先生近鏡背向海旁進行解說。隨後畫面正中央出現以卡通形式繪製嘅一位男長者同一位女長者，手攞住標題讓體能活動融入日常生活嘅內容版。內容版顯示重點。物理治療師李先生作聲音解說。運動要有效呢，一定要有恒心。
一個健康嘅生活模式，恆常運動係唔可以缺少嘅。例如咧，我哋可以同朋友一齊去做下晨運啦，或者早一個巴士站落車啦，或者喺午飯或者晚飯之後做一啲短距離嘅散步。咁我哋咧就可以將運動持之以恆咁樣持續落去啦。畫面轉換，彈出標題活力長者健康操，標題周圍顯示活力長者健康操9式名稱，標題下方顯示衛生署及長者健康服務嘅機構標誌。畫面正中央顯示衛生署及長者健康服務嘅機構標誌。畫面轉換，黑底白字顯示版權內容。衛生署擁有本影片的全部版權。本影片只供作非商業用途，嚴禁租售及作其他牟利用途。